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哋咧沙飛係啲幾多人嘅沙飛，但是有啲人對出生開始用一種幾特別嘅方式聽我哋沙飛地位，但是我認為同一啲人去相處呢，其實係我哋一生人來學習嘅一啲課題。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咯，係來自台東，但是而係台灣自閉症家庭關懷協會。好，我哋同時邀請到我哋嘅創會嘅、我哋嘅主辦人，還有我哋理事來到嚟現場。而家同我哋講，伊哋當初係樣嘅一步一腳印，慢慢嘅去行出也即係一條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創辦人，我哋孫中光孫爸來到我們現場。孫爸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孫中光，大家都叫我孫爸。好，同時我哋嘅理事賴依林理事嘛來到嚟現場，理事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觀眾大家好，我係台東來自台東嘅賴依林，大家好。來，今天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現場哈，因為我哋第一個，我哋先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做乜我哋會接觸到我哋嘅台灣自閉症家庭關懷協會，因為我哋都每年嘅時間，我哋都希望講，我哋係咪可以用買一些我哋算是我哋公益團體嘅一啲產品，然後同時去送俾另外一啲可能係一啲關懷協會啦，嗰度我哋啲老人家一定可能會需要嘅位產品嘅地方。嗰時其實我哋啲名都好潛過去，我發現到我哋台東有啲賣心願米，或者賣米嘅，嗰時我哋都打電話去提講，我哋係咪可以同天米，天咧唱送到我哋自天嘅一啲算是慈愛嘅團體地方。個後來我哋都發現到講，有啲團體幾特別咯，而雖然係台灣自閉症家庭嘅關懷協會，但是仍然喺台東。我哋都想講，我哋嗰種模仿問過廿位嘅團體，嗰時我哋馬上都聯絡廿位工作人員講，我們是不是可以訪問你？好，我們剛剛就想說，我們是開始怎麼樣今天的一個接觸的，就是我們當時就是為了想說，我們去訂心願米嘛，然後請那個我們的關懷協會把我們訂的米去送到另外一個組織那邊去。對。然後後來我就在網絡上在搜尋的時候，才發現，我還蠻感動這樣子的一個故事。那是不是跟我們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因為其實我知道最近你們心願大樓成立了嘛。對。那跟我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說，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成立這個心願大樓？其實當初是這樣啊，本身我兩個孩子是自閉症小孩，那在9年前就是我診斷出肺腺癌，那因為那個時候對癌症不是很了解，都認為肺癌很像很快就走，那是人生第一次面臨到生死啊，那才發現自己最放不下心的，最擔心的是什麼？不是自己死哦，擔心的是孩子怎麼辦？那在那一晚在手術完在加護病房，那剛好病房裡面有一個病友當天晚上走，那個時候很大的衝擊，就是發覺人的生命怎麼會這麼脆弱？那我走了以後孩子怎麼辦？那我心裡那個晚上我心裡就想很多問題，然後就覺得是應該要走一條不一樣的路。那就這樣，我回來以後，我就成立台灣自閉兒家庭關懷協會。那在這條道路上走的時候，我就在想，他們總不可能一輩子靠人家施捨、靠人家捐款過日子吧？就算人家要拉你，你也要出個5分10分的力讓人家拉，人家就不會拉得你這麼嚴重。那就想說，應該是要讓他們創一個共同的事業。那就這樣子。於是就產生了很多想法。那台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台東想來想去，大概老天還留給我們一條路走，就是把應該是台灣最好前1、2名數1數2的米留在我們台東，就池上米，就這樣子，我們就開始賣米的事業就從這邊展開，然後就開始慢慢生產出很多多元產品，因為你產品要多元，你才能夠走得久，然後獲利會更高。那有了這些力呢，就可以去讓這些孩子自給自足，這樣子是這樣的想法。但是有一個櫃台的想法來講，那個時候，因為其實你為什麼沒有想到，就是說我們去加入現有的，譬如說一些公益團體，而反而是自己去創造一個新的一個組織呢？
因为老实说，做这个事情哦，在台湾很少协会是会把产品做到这样子，自己的品牌。那时候我加入人家，那这么大，譬如说我才1/10，那有10个团体让我们加入进去，那我们会不会力量太小？那我何不集中力量自己来去冲？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很简单，因为自己去创一个品牌，因为我们也有故事性。小孩子都在台东，都是在偏乡。那如果其他的父母跟我一样呢？那他有办法去台北求医吗？那我必须设一个协会，是完完全全为这些族群来去设计，包括就像我当初去台北去求医的时候，我小孩没人带，我小孩是托给人家带。那相对的，万一如果有第2个家庭、第3个家庭这样的时候，他没有地方托的时候怎么办？没关系，来，我帮你托，那你就好好去治病。我那个时候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就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啦。好，你想我这家的问题，係咪其實偏人嘛有同樣的問題，各種我對一個組織的話，它可以去互相去探索。像新月大樓目前這樣成立的時候，它最主要提供怎麼樣的服務呢？當初一切從零開始，是我們去租房子，那也就是拿我的薪水，大概我本身是國小的幹事嘛，公務員，那個時候還沒有退休，就等於我把我薪水就去做這件事情，就租房子啊，然後一些雜誌這樣。那但是品牌慢慢建立起來，但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去，那怎麼辦？那我這個品牌如果沒有辦法再生產，好不容易建立一個孩子們的共同事業，因為房子不是自己的，被收回去就要被迫停業了，那路就斷了，所以就趕緊想辦法說，一定要自己趕快把西園大樓蓋好。那蓋好了以後，我當初想法很簡單啦，就是1樓就是工廠，2樓就是比較重症的孩子哈，比較沒有辦法去就業的孩子，就放在2樓，就是用政府的方案小作所讓他們在裡面。然後3樓就是他們的活動中心啊，還有那個會議室啊。那4樓就是我們總共有4間套房，1間值班老師要睡，那其他3間就是偏鄉的孩子。就是他很遠，像有些孩子住在山區裡面的，那就可以住這邊，2人1室或3人1室，這樣子照顧。那將來就這棟大樓目前完成是這樣，但是孩子越來越多啊，那將來這些父母走了要怎麼辦？所以我就會有第2期工程，就是要蓋一個住宿大樓啊，新苑大樓就是承蒙社會大眾這樣幫我們，然後包括我們賣米賣產品，省吃儉用下來的錢。就把這個東西蓋起來啊！真是呢，講個台東同屏東真的該衝啊！因為呢都是屏東跟台東都是屬於狹長型的一個體制了。用其現在的呢，屏東和台東，我們兩邊都很多的山區。其實山區的很多的朋友，其實他們在遇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他們也是需要相對應的一個協助。一部分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律師哈，那宜林律師，像這個儂當初儂會參加要協會儂？因為我妹係智力障礙，所以到佢初中畢業以後就冇辦法上大學，冇辦法上課的時候，老師就會介紹講必須內大做第二試，因為佢冇辦法去普通的做試咩，佢愛做試地方有限制啦，所以老師有介紹講去第一集叫試去做試地方。第八個同事對佢就口氣就會罵佢啊，因為佢卡太口，頭腦又唔好，所以佢迄個搭做嘅3週日，轉來就當唔歡喜，當日轉來就第一搭面動出，所以後尾我就同老師第一2、3日參詳最後就退完，我哋研究介紹講去順巴一搭，去順巴一搭佢迄個第3日，佢先去3日試可能。迄個3日的時候，佢轉來就笑，同我哋笑，我咁樣佢講，一打好冇，佢講好，老師就客氣，唔會罵佢，佢會慢慢地教佢，因為安尼聲音，我要動用耐心慢慢去教佢，可能別人教100位，教佢可能會失敗，佢教會失敗，佢會佢就當歡喜，
所以才慢慢的佢就第一代结婚，第一代每5-6年的啦。可是其实其实算是去我们的小作所嘛哈，其实去小作所的时间，你这个先有看环境吗？还是讲欣赏介绍路羡慕生意的意思看看啊？因为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去看。去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孙爸要当成立无结久，所以地杯做生意唔多，才几3-4天啦。所以可能就较简单。因为我中学就去家生意，你睇复杂地方佢冇办法第一适应，所以愈简单对佢愈好。就算我好，先去比3-4年试可能，试可能佢都做落佢要当欢喜讲，安尼地方佢。唔要本人骂佢就懂欢喜啊。所以说，从我们那个于林理事的一个经验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是小孩子找到了一个他适合的一个工作环境。那我想请问一下孙爸，当初为什么会有小作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因为老实说，小作所是政府所推出来的方案。那政府像现在政府是1年补助我们208万，包括支付一个社工人事费，2个教保员的人事费，那还有一个租金，房屋的租金1个月大概3万块，那但是就是因为你刚开始起步你没有钱嘛，你就向政府申请这个案子，那就这样子你才有钱去请那些教保员啊、社工。来去带这些孩子，那这样子慢慢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去请小作所这个方案的话，那政府不会给我钱了，那我是不是要筹资就很困难？那当然，当政府站在这个角度上给你帮助，那你是不是你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轻松，不会这么累？这样。而且没有错，其实小作所里面嘛，会不用来的那种很多的我们的算是小朋友来说好了，他真的开始是逐步去学习他能力对范围之内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可从这个看到嘅生意呢，去小作所以后也改变态。改变迄动态的地方，其实是因为佢心情好。其以前去诺贝尔本人嘛，所以到遐搭的时候，佢变讲。佢去遐笪地方，佢能力算较强的，所以佢就当有成就感，讲我做得去帮助别人，所以佢去到一笪佢当欢喜。啊，过还有一种就是佢转来同事要分东西，大家分来分去，佢就当欢喜，讲有分享，佢就当欢喜啊。其实对嗰個生意來講嘅話，其實要求嘅東西quite簡單，如係伊哋佢安全嘅環境，同時他個人工作嘅時間可以放咯。休息下喎，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台東台灣自閉症家庭關懷協會，我哋創辦人孫爸孫中剛，還有我哋理事，我哋賴依林理事來到我現場的分享講，當初有人做嘛，我成立一個協會，但是頭頭我哋孫爸一直講一件事情，就講品牌經營一件事情，做嘛成立一個協會，要經營一個品牌咯。有部分我哋想孫爸跟我們說明一下，就是說，因為你剛才一直有提到品牌經營這部分，因為我們很少在一般的所謂的那種所謂的社福的協會看到要去經營自己的品牌。當初為什麼會這個想法呢？因為當初在想，如果是說我們把愛心跟品牌連接在一起的時候，那可能社會大眾認為是說愛心的東西都是價格高、品質不好。那我就在想，我們必須要創造一個品牌，而且這品牌是社會大眾可以接受，然後可以在一般市場跟人家競爭，因為你必須要跟市場上能夠站起來，小朋友才可以站起來，這些孩子才有生存的機會。那品牌的忠誠度，還有品牌的信譽，這都很重要。那於是呢，我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小作所，我就取名叫“非愛不可”新兒手作工坊。為什麼要非愛不可呢？這就是我當初罹患肺腺癌的時候，那我有成立一個群組，叫“非愛不可一家人”。
肺癌就是肺癌不可以啊，那些都是我的癌友。那他们也知道我的故事，那我有把我的想法跟他们讲。那其实台湾自闭儿家庭关爱协会当初成立就是这一群癌友出钱出力，然后把这个东西弄起来。那所以非癌不可就是纪念这群癌友。那这群癌友当初大概有200-300位，大概4%的都去当神仙了。好，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爱都留在人间。那所以我就纪念他们，就取名叫非爱不可新儿手作工坊。那至于心愿呢，我们叫自闭儿都叫心儿。好，但是心儿他有愿望啊，他要长大啊，他要很快乐的成长啊，那这是他们的愿望，所以就变成心愿米。好，就心愿这个品名。那这些像非爱不可跟心愿，我们都有到商标局去注册。好，那就这样子在想，就开始做这个品牌经营，这样子。通常人的孙爸讲的归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认为，就是说做爱心的一个物件，它可能品质就不好，好价格高，品质不好，因为可能常常会有安的社会上的一个算是共通的想法。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假如说要做爱心的一个产品底部，它的品质也是好的，甚至是稳定的，对，安那个。消费者就真的就可以固定的、长期的去信赖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其实我因为人的想法规划，但是有听业问题，我想讲，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价位上还要跟市场上是可以竞争的，那等于是说你要用更低的价位去说，比如说米的话，你要跟我们的农民去用更低的价位去取得这个米，当初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当初成立协会，那我也很天才啊！我就觉得，去跟你，因为米大部分都是连米厂农会收购嘛。对。然后我就想，我们可以跟他赊账，好，就说我们是协会，我们在做什么事，那你把米让我们卖，那我卖出去了以后，然后一段时间来给你结账。我那时候真的很天才，就去问，然后我去问农会哦，我同学在农会，他跟我讲说，他说。孙爸，不好意思，这个同学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农会都是现金交易，没有再欠的。然后又跑了第2间连米厂，第3间，然后他就有老板说，协会那里协会，协会啦，对我要对收集，协会倒我要去哪边收钱？那我跑了第5家，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观念，如果还是没有谈成的话，那就老天没有办法让我不做这个事情。然后第5家，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说我们小朋友他们一定将来都要靠自己。那你的米卖我，你的米让我欠，那我一定会还你。结果那个老板就说，你想太多了，那既然是帮助台东这些孩子，那我愿意。他说一包你只要付100块，就是30公斤那个米付100块运费，然后等你卖完了以后，你再跟我算。就我记得我第一次20几万，我拿去还他，那老板马上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还我，你那边设备什么都还很欠缺，等你弄好了以后，你还我才会接受。我说奇怪，这个老板怎么佛心来的？然后就后来我欠他多少？欠他到98万9000多块，将近99万，这个数字我很清楚。那我开始在还他，他说你不要一次还我，他说你慢慢用，你分批还，我分30把这个钱这样结掉。老实说，没有那一位连米厂那位年轻的老板，今天我们不会走到这边。而且他那个时候跟我讲，他说你这个米你不能写池上米，产地写池上，你不能说池上米，你用你自己的品牌，你就叫新月米，就这样子。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你放心，我给你的米绝对比我这里出产的米还不会品质不会有品质上的落差，甚至于会比这个还要高。所以就这样，很多人跟我们买米买了以后，他买了一次以后，对不对？就一直买下去，一直买下去。第二就是价位的问题，价位那时候定价我们有去看同等的米，我们一包就是1公斤，平
便宜人家10块到20块，啊，我是希望是站在一个薄利多销，那孩子能够谋生，能够活下去为重点，这样。嗰時其實真係愈拄愈好，越來越按三型嘅伊啲米蟲嘅老闆吼來提供，其實伊哋希望講，伊哋用亞米嘛可以做一些細伊啲三型嘅事情，然後個兼用我哋那聯絡產品。那還沒搶我哋的理事同我哋收給，因為今天來了很多的產品嘛哈，那是不是跟我們的理事跟我們介紹一下，說，這樣子的米，剛剛我們的孫派講的新月米，好，新月米係我哋第一期米。嘿。就我哋成立嘅小作所第一期米就係新月米，然後本米第二期就係平安米，就係我哋7月8號拜爺嘅時候，就有夜期米出來，就係有第二期嘅平安米。第3期嘅晴空下的皮小孩，就係我哋新苑大樓成立，伊係紀念嘅米。第4期係我哋熊米，就係雌松嘅，做迄個有動熊嘅米頭，有嘅熊嘅米頭啦，所以叫做熊米，係第4期米。過來就係我哋綠葉嘅紅烏龍。哦，幾有名。係綠葉嘅紅烏龍茶包，每期咩要做茶乾嘅，半斤裝嘅。過來就係我哋嘅金萱，綠色包裝的金萱，咩係半斤包裝嘅。那這一部分，剛剛理事在介紹的時候，發現很那個孫爸，還是說你們很有那個生意的頭腦還知道出平安米，因為其實我們台灣人就是說，在很多在7月半的時候，其實在拜拜的時候，其實會用很大量的米。對。但是米用完之後，其實我們大部分捐錢出去買了米，也後來也是去分給真的是需要的家庭。所以說，你等於就是我們就是它就是個平安米，就可以等於是直接去跟你們訂購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祭拜的一個。對。這個想法是哪裡來的？其實那個時候就是7月，第一年我們還沒有推出平安米，第一年就是7月怎麼這麼多人買米，很可怕。然後到第2年的時候，我們就想，我們做一個專門為這個設計的，就叫平安米。那包括有很多寺廟來給我們買哈，那它那個包裝，我們還要幫它重新設定，就是客製化的這樣子。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說，總是要有一支紀念我們那個新苑大樓動工的那個，那就是新苑大，就是我們這些孩子都是很就是晴空下皮小孩，就是讓大家覺得說這支米很陽光這種感覺啊，小米就是幫助那個，就是它有芋頭香，所以有一些口味比較不同。對，那後來茶的部分呢？就回到剛剛我們的問題，就是說你是怎麼去說服那些茶農？老實說，賣茶我被騙過。就是曾經有一個朋友說，孫爸你可以賣茶，然後你這個茶葉進來呢，茶葉進來一斤進價1200，你可以賣2400。哦，那個時候聽好像很好賺，然後就真的進了，結果就哇翻車了，因為可能喝茶的那個什麼。的人口不是那麼多。第二個就是是不是價格太貴了？但是我進價很貴啊。然後後來另外一個朋友就跟我講說，孫爸你那個進價等於是人家的將近人家的賣價了，你怎麼可能？人家怎麼可能會向你買？然後我就去找茶農嘛，就一間茶農，結果找到鹿野一個茶農，他也是很好心，他說沒關係，你們是幫助人家，那我就很便宜的進價給你。就這樣子，就結下這些善緣。等於講由體擺經驗，然後至少都提供一斤茶，差不多1錢吼。係啊，因為我就我一件去吃啊，冇去試唔提供價到嘅品質好快，因為茶米凍鹹差唔多太溜來，印尼來嘅茶葉嘅，所以我就由去一件試，慢慢的去試到出來質量嘅好，我就當有賣。因為我哋同孫爸都逐件去試講，我差唔多1年來嘅啦。也真係幾重要哈。可是我們都發現到講，雖然講係一個有品牌嘅一個產品，但是產品本身後邊賣幾多幾本人感動嘅故事。休息下我等下我就賣嗰度嗰精彩故事。
翻过来，福起来嘅，上节目我哋来自推动台湾自闭症家庭关怀协会，我哋嘅孙爸还有我哋嘅律师来到现场，同我分享讲，有个产品的品牌的故事吼。啊，种想问下，因为今年我哋现场话有某科的产品嘛哈，那前面好像看起来有香菇跟蜂蜜嘛。对对对，香菇是我们台东大武乡那边出产的，在山区里面出产的香菇，也就是我们去找原住民朋友是去跟他们买过来的香菇。它这个香菇呢，又是椴木香菇，跟一般的香菇不一样，它香味特别浓郁。那所以这项产品算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人买。好，那接下来我介绍了咖啡，台北的一个黄老师，他是好像3年前台湾的那个烘豆冠军，那他就帮我们去烘这些咖啡豆，那价格很便宜，那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来帮助你们，那我们也是比蛮低的价钱给他买进来。那蜂蜜呢，是我们台湾常常在市面上看到，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这蜂蜜是真是假？那我们刚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就到关山，在台东的关山看到养蜂场。就我们进去看，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们介绍，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台湾自闭儿家庭关怀协会，那我们想要来卖你们的蜂蜜，你们蜂蜜可不可以让我们卖？我也很坦白跟他讲说，因为我每卖一瓶，我孩子就会多一点钱，这群孩子他就有基金，好，那个老板也很好心，他就说好，那我就用很低也是不会很高的价格卖给我们，这样。那再来这个果冻这个就蛮有故事性的。果冻是我去彰化特教学校去分享我们心愿的故事，然后他们有一个家长，他小孩是多重障碍那个就等于比自闭症还要严重。那他们家是在做果冻的，那他妈妈跟我们介绍，然后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卖？因为他的果冻都外销的，那个成品那个品质非常好，那我们就跟他这样洽谈，他说好，没关系，我就照没有利润的给你们，这样，那就促成了这些产品。都等于讲，其实也一路方，其实贵动人的天数。好，可从律师你这个作为的妈妈来讲的话了哈，因为人家生意后来在小作所以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天地跟他自己的自信嘛。那你这个对律师的角度来讲啊，除了人家生意的以外，你有看到其他生意的改变吗？其实许多大生意全部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家长送到的大戏的时候，希望新年快乐。去到大我第一摆看到伊搭太玛丽的生来，佢唔会讲话，佢係自闭症，佢唔会讲话。到半年以後，因為我去到大，我要講阿媽嘅嘢就去到半年以後，佢會係唔阿姨嘅。你就知道個嘢搭生意有慢慢的進步，我就咪知道當歡喜，因為我就會動接去到社會去聽書，我帶我就社會會帶佢就出去聊，去到時你就會看到學生跟學生互相會幫助，佢就會同你聽書，肯定以為我送輪椅唔會行嘅而送，以為腳唔好我聽書扶定佢行，所以你會看到有啲生意係講，佢就互相幫助。因為到後半面我哋睇人無才嘅時候，希望有群生意都做得互相聽書啦。做媽媽嘅人吼，做爸爸媽媽嘅人，真係如果想到一件事情，就講唔係想到自己嘅事情。好，我想到講，假如自己無才嘅，唔係萬人可以聽書照顧呀生意嘅。佢像自己唔單止講生意嘅睇下，嘛睇下做律師，自己會因為講唔前開始小作所以前嘅話，你自己因為幾時節嘅推動咧，我哋講社會嘅環境同更加參加入去協會以後有差別冇？以推動來講嘅話。其實東南亞都共用，因為社會上對按嘅生意全部冇做咗，較唔會按好啦。因為佢哋講法較唔會講，行路咩較唔會行，都以為自閉症佢哋當
这家的想法同样，一听我用的就用的，过坚持哈。嘿，所以普通沙批都按那生意，你没有去了解，你不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我们有一次，我哋有一摆去日本，我就带一只台北的生意呢，佢係因為煮沙煮到頭腦唔好啊，身體唔好啊，所以後尾我就拍去日本了的時候，我就談到後尾人講，呀，斯坦因唔是做乜事情，怎麼生意怎麼變暗的，我就知道講，沙邊為什麼對按呢生意按到唔好的想法，所以我孫爸佢就成立一個小作手的時候，我就知道講，我的小作手全部係斯坦因會帶生意出去了，就會知道講，慢慢的，我的氣格要改變，才有辦法改變配音啊。因為我的改變生意咩快樂，我的體驗咩較輕鬆，較輕鬆。咁唔能講，譬如講，你即個改變嘅部分，對你來講，幫你改變係乜嘢？我的改變其實係心態嘅問題啦。以前我就斯坦因咩會怨天尤人，我就即刻咩會想，做輕捱係，所以你看到有一人比人較唔好，你心情咩講，你就會有同理心去接受這些事情，然後我就會去聽書去幫助，因為斯坦因就覺得身體咩唔好啊，你看到你從太馬里就寫來，媽媽係外籍新娘走退咧。阿爸糖尿病一嚴重啦，一隻阿哥愛休也就生意根本休唔起啊，因為冇人聽書嘅，阿爸冇嘢聽書，所以我就出去咩要聽書帶定，其實喺我就嘅改變，也得有生意全部都快樂，也就冇任何想法，我就一天天睇人嘅改變去搞啦。他們都很快樂的長大，我們自己要調整自己。有啲冇勢冇理啦，但是真係如係睇人善用去改變自家嘅想法。其實有時嘅幾多睇人上目前看到朋友以前，我以為講啊，這個做乜會有安尼嘅事情，但是看到朋友嘅時間，你發現到講，有時照顧朋友嘅生意呢，好，我有嗰種，比如自家感覺到，我嗰種照顧一群。好，從我哋生意嘅供養嘅一啲，看到佢哋寫完就知道哦，我哋照顧有幾大嘅啦。係冇錯，看到佢哋有進步，其實對斯坦因來講嘅話，其實心情都幾好。好，你哋講至少以睇人生嘅路，以慢慢的，一些步行住這個路。因為我們其實以屏東來說話，我們其實也是在台灣的南部嘛。那其實台東的話，就是屬於東部。我們常常會，那是我們台灣的後花園。這一部分，我想請問一下孫爸，以目前台東就是台東花蓮來說的話，它的社福的資源多嗎？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啦，社會福利台東整個資源是應該是這樣講，社會福利還 OK， 但是就是台東像有一些爸爸媽媽，他的就業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就業，因為你如果有就業。你有穩定的收入，是不是就有？再配合到一個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下去，他會過得更好。但是現在問題來了，因為就業困難，台東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就業市場。那有一些爸爸媽媽就可能都外出到外縣市，有的就是打零工。像剛剛賴女士講的，我們那個太麻里那個小朋友，他爸爸後面種10-20棵釋迦，那現在糖尿病，他沒有辦法種了，像這樣子怎麼辦？對啊，他又不符合低收資格，那所以就是要靠我們協會，把這些好，包括你要捐給我們的錢，包括我們賣米的這些，我們都會提撥一部分作為家庭的急難救助，也就是貼補政府沒有辦法去給他們，我們只能盡量這樣做。其實這是按你講好了嘛，喺啲櫃台問題，你講下啲社會福利，雖然講人可以照顧到生意咧，但是其實生意咧家庭也部分，有幾多家庭即係如係啲問題嘅家庭咧，嗰時唔可能講人單單照顧生意咧，但是比如也要家庭每一天照顧，嗰時其實相當多我哋講嘅也要關懷下邊嘅命啊，到治病人。
家庭关怀下面，最主要的就是他是在关心除了自闭儿之外，还有关心自闭儿的家庭的这部分。因为其实社福团体呢，社福的福利可以去照顾到小朋友，但是家庭的部分是往往会被忽略的。对。我想问一下律师你这个对未来呢有哪个打算吗？未来这个身体的健康，在照顾会较好。咱做在照顾家就较重啦。冇唔错。因为其实我就安尼斯坦尼想法，第一件事情身体健康，第二有病啊就较先走。因为我就8年以后无人睇书啊，佢冇办法睇书，所以我就会希望佢病啊就较早走，我就早啲睇书。就安尼听听啦，其实冇用的啦。常常我有人讲台湾的不产归多，但是看下今日节目我都发现到讲台湾有几好的不产，但是台湾最强的还是人的心，因为其实我哋看到有的人佢希望讲用自家的一点能力去听书，也得我们听书的声音呢，还有一家家庭。今天非常谢谢孙爸还有我们的理事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那么感人的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多谢大家，欢迎大家有空到台东时，到我们西苑大楼关怀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谢谢。休息一下喎，等停下先上來，強行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